我是花溪小店群一边，咱今日来甲基金这个所在来做一个行大活动。这个活动是台湾拓展会所举办的。咱今仔日第一站来的所在就是基金的渡轮站。一开始是由广山的渡轮站坐到咱基金遮。咱今仔日规个下早时拢伫个基金这个来行大。一般咱咧讲的是讲基金，是咱整个高雄的开发过程内底讲的上早。汉人是一个以农立国的，做农的。啊，做农的所在呢，基金根本就袂当做事。所以这个所在，咱讲基金是咱高雄上早开发的所在，开发的所在只是一部分。这个所在基本上伫早期来讲，伊是敢若以掠为主。若要讲高雄的开发，一开始开发，不管是荷兰时代，不管是地成功时代，不管是清朝的初期甲中期，全部拢伫做样开发。80人以前前吼，咱全高雄市吼有8个母镇，8个，但是伊基金吼是3个母镇，全高雄市哦对3个，啊，这个就是外等的山变了，顶下一个靠山，这3个母镇拢上盖进前的。咱的文献甲咱讲，清朝时代，因为咱164年，咱才就开港，早期咱无开港，这个什么话拢无。164年开港啊，咱这个港遮尔大，船足济啊，伊就要求啥物？就是问题安怎？都是新保证安怎？伊要去调查。所以啥物时阵起好？1883年起啊，1883年是咱全台湾第2起哦。所以呢，日本人得到消息，美军赶快来对高雄来，所以高雄起有够济啥物？他带咱行过来边啊，毋是墓坑吗？你行咧下底遐，遐嘛拢墓坑。阿蒙头，这个是阿蒙头，看下哈，这个是啥物？三合头，有看哈？三合头，这个较古式的，清朝时代1874年的原来的，所以阿蒙头的正式的名叫做波特莱点水。对，啊，炮台小那个乌一坑，炮台小乌一坑，日本人来的时阵，这个炮台已经无路用啊，所以日本人甲乌一坑的。知影吼？乌一坑了后，他拄仔咱徛伫迄大门遐有楼梯哦，你拢无注意看吼。楼梯咱行落去哦，是啥？清朝时代有做人力，知影吼？人啦，人力。日本时代已经机械力啊，所以日本人开车，所以开车做迄条道路到遮。若清朝的咧，用棍打咧就行迄楼梯，都共款。知影吼？这较低做就先讲河南的迄个啥玉里门电厂，所以玉里门一年安怎向外走16公尺长，所以你若住伫迄海边啊，一年加16公尺的土地，住咧3年你就变田桥啊，知吼？但是即摆咧，好，咱咧马上甲合一边、添2边、添3边都无合。时代，知影吼？你若伫清朝时代住咧3、5年，你就是田桥啊。即摆住咧3、5年安怎？土地拢叫大海树。前两歌。这是伊这个符合甲英语无共吼，这个安尼两个一加声调叫做一，这个是的音丁第一声，所以这两是啥？一丁嘿，你若用这个台语罗马语是安尼写吼，你只要共款学过台语罗马语的，你摕到对。伊念出来音拢是异音，袂基音，还是异音，就是伊音袂走去，因为伊写出来，伊就把声音记录落来，嘿。